嘅精彩演出 ，Hello 大家好，我係林仲偉阿媽，好高興咧喺呢度咧，今日同咁多位咧嘅赤柱朋友見面，亦都咧歡迎晒咁多位嘅來賓係啊今日嘅活動。咁今日咧咁高興啦，同埋咧咁有紀念意義嘅日子咧，我哋今日準備咗好多嘅活動咧，即將咧跟住會開始㗎啦。歡迎各位出席由南區區議會、南區慶祝國慶籌備委員會、南區民政事務處以及南區旅遊文化節籌備委員會合辦嘅南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4週年暨赤柱國際啤酒嘉年華典禮儀式，現在正式開始。首先，請各位肅立，面向國旗。唱國歌。同我講啊！佢話要我們首先有請各主禮嘉賓上台就座，恭請各位主禮嘉賓。首先我哋有請南區區議會主席暨南區慶祝國慶籌備委員會主席朱慶雄太平紳士，以及南區慶祝國慶籌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4週年暨赤柱國際啤酒嘉年華活動小組召集人林玉珍女士 MH。陪同各主禮嘉賓到台上就座，有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 GPSJP。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港島工作部部長嚴仰偉先生。南區民政事務專員韋義恩太平紳士。香港警務處香港仔分區指揮官黃德祥先生。康樂及文化事務處總康樂事務經理黃達明先生。社會福利處中西南及離島區福利專員彭潔玲女士。廉政公署總廉政教育主任唐淑賢女士。此外，亦請以下地區委員會代表一齊到台上就座，包括南區旅遊文化節籌備委員會副主席陳李佩英女士。南區創業聚合委員會主席梁浩君先生 MH。南區防火委員會主席張石容女士。南區東分區委員會主席麥志仁先生。南區西分區委員會主席區立成先生。南區北分區委員會主席陳富明先生 MH。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主席楊偉款太平紳士 MH。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主席陳李成太平紳士。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副主席陳友裕先生 MH。香港南區各界聯會會長陳南波先生。歡迎晒咁多位，再以一次熱烈嘅掌聲歡迎咁多位嘅主禮嘉賓，歡迎歡迎。恭請咁多位嘉賓就座。現在有請南區區議會主席暨南區慶祝國慶籌備委員會主席朱慶雄太平紳士致歡迎詞，有請朱主席。陳家強局長、嚴仰偉部長、韋義恩民政事務專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各位赤柱嘅街坊，早晨，大家好！慶祝國慶嘅活動咧，就已經係我哋南區咧每年一個重要嘅節慶活動之一。咁我哋區議會咧喺4個分區會同埋地區團體同埋社區人士嘅支持之下咧，係成立咗南區
慶祝國慶嘅籌備委員會。咁啊，今日呢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64週年暨赤柱國際啤酒嘉年華咧呢個活動咧，就係我哋南區慶祝國慶籌備委員會同埋南區旅遊文化節籌備委員會大家合作，咁啊將我哋國慶嘅活動同埋呢個啤酒嘅嘉年華咧結合埋一齊。咁啊，由今日開始至到嚟緊嘅3個禮拜日咧，喺赤柱呢度咧都有好多嘅精彩嘅節目，包括有呢啲舞台表演啦，仲有一啲大型嘅比賽。咁我哋希望咧，即係區內區外本地或者國外嘅遊客咧嚟到赤柱呢度咧，可以一邊暢飲呢個啤酒，一邊咧係享受我哋呢個國慶嘅歡樂嘅節日。我哋今日咧係非常之高興咧，即係可以有咁多嘅參加人士嚟參加我哋呢個啤酒嘉年華嘅第一日嘅活動，即係11號我哋國慶嘅活動。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呢個啤酒嘉年華咧，將今日咧就定為呢個中國啤酒為主題嚟嘅。咁希望大家咧透過今日呢個活動咧，了解我哋中國嘅啤酒嘅文化。唔該晒朱主席，請就座。現在有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 GBS JP 致辭，有請陳局長。朱慶豪主席、吳養偉部長、各位嘉賓、各位南區嘅居民、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咧，我好高興出席由南區區議會同埋南區民政事務處合辦嘅南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4週年暨赤柱國際啤酒嘉年華，同各位南區嘅朋友共聚，一齊慶祝建國64週年努力同埋貢獻。最後，我祝願國家強大興盛，國泰民安，香港團結穩定，欣欣向榮。多謝陳局長，先請局長留步，為大會致送感謝旗俾表演嘅團體同埋服務機構。今日嘅活動咧得以順利舉行咧，而且舞台上面有各種各樣咁精彩嘅表演咧，實在有賴咧各個表演團體啦同埋服務機構嘅支持㗎。現在咧，我哋有請陳局長致送感謝旗俾香港南區管弦樂團，有請香港南區管弦樂團代表。聯絡辦公室港島工作部部長吳養偉先生致送感謝旗俾香港愛樂樂團合唱團，有請代表到台上。唔該晒吳部長，呢及香港愛樂樂團合唱團嘅代表。請就座，我哋致送紀念旗。我哋有請南區少年兒童合唱團代表。兩位小妹妹咧咁細個有咁嘅成績咧，真係值得咧我哋高興。唔該晒衞專員以及南區少年兒童合唱團嘅代表。現在恭請香港警務處香港仔分區指揮官黃德祥先生致送敬意旗俾中國舞集舞蹈團，有請代表到台上。今日咧，佢哋着得非常之有節日氣氛下，咁一陣間咧，大家要影到2張相啦。多謝晒黃警司、吳部長、委專員、黃警司、黃經理、顏專員、黃主任、朱主席、各位嘉賓、各位南區朋友，今日非常之感謝各位今日嚟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4週年暨國際啤酒節嘅嘉年華。今日呢個活動得以順利咁樣舉行，
實有賴各團體同埋機構嘅鼎力支持，包括南區民政事務處、南區旅遊文化節籌備委員會嘅籌辦，聖約翰救傷隊提供急救嘅服務，以及多個區內嘅團體及義工嘅協助。今日嘅嘉年華會節目十分豐富，包括地區團體嘅精彩舞台表演、攤位遊戲、展覽、啤酒競飲、捧餐大賽等等，承蒙區內多個團體同埋學校支持以及參與，謹響呢度以衷心嘅謝意。參與去見證嘅噃，咁大家請準備啦。好啦，我哋請咁多位主禮嘉賓咧，都一齊行前少少啦，一齊咧掂住咧，我哋手拖手咁樣咧，手搭手，掂住咧呢個咧咁有意義嘅一刻啟動儀式啦。係啦，影多兩張靚相先。好啦，大家嘅相機可以準備好啦，大家準備好未啊？準備好，嚟啦喎！預備3、2、1，祝願祖國國富民強，繁榮昌盛，繼續更光、更活力、更動人。恭喜恭喜！掌聲啦！一齊慶祝今日我哋呢個南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4週年暨赤柱國際啤酒嘉年華體會嘅喎。我諗咧，如果阿 Mifa 你想咧排隊咧報呢個填色班咧，都排隊，可能要排到由呢個赤柱排到出尖沙咀啦。因為咧，謝師傅咧，佢已經咧門徒都唔少噶啦。我諗咧，今日咧佢得在座咧咁多地方表演。孔雀飛來咧就係幸福吉祥嘅象徵啦，而舞蹈中呢一群咧美麗活潑嘅孔雀咧展開佢哋咧光彩奪目嘅翅膀咧，喺度漫步，喺度追逐，喺度飛喺度飛翔咧，喺歌聲中咧展現和諧歡愉呢個美好景象喎。咁現在咧我哋有請中國舞蹈團為我哋咧表演咧今日精彩嘅舞蹈。總會管理有限公司市場策劃及推廣主任黃端華小姐。現在有請南區旅遊文化節籌備委員會赤柱國際啤酒嘉年華召集人陳李佩英女士致歡迎詞，有請陳太。朱慶雄主席、韋以恩專員、林玉珍主席、黃瑞華主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好高興同大家一齊嚟到赤柱廣場，一齊參與南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4週年暨赤柱嘉年華啤酒嘉年華。唔該晒陳太。我亦都係繼續希望推動不同嘅旅遊文化節目嘅活動，體驗不一嘅南區，尋找南區更多不同嘅樂趣。最後，我祝願赤柱國際啤酒嘉年華
圓滿成功，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多謝。多謝晒陳太嘅支持，請就座。多謝晒。跟住落嚟呢，我哋有個諮詢感謝期嘅環節㗎。今次嘅嘉年華能夠順利舉行，實在有賴各單位嘅支持。現在有請南區區議會主席朱慶雄太平紳士諮詢感謝期俾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有請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嘅代表接受。現在恭請南區民政事務專員韋以恩太平紳士致送感謝旗俾回收啤酒樽藝術展覽參展藝術家 Michelle， 有請 Michelle。唔該晒韋專員，以及多謝晒 Michelle。嘉年華活動小組召集人林玉珍女士 MH 致送感謝旗俾回收啤酒樽藝術展覽參展藝術家黃國忠先生，有請黃生嘅代表。現在恭請南區旅遊文化節籌備委員會赤柱國際啤酒嘉年華召集人陳李佩英女士致送感謝旗俾回收啤酒樽藝術展覽參展藝術家 Ruby Wu， 有請 Ruby Wu。多謝陳太以及感謝晒 Ruby Wu。請就座。現在恭請領匯管理有限公司市場策略及推廣主管黃端華小姐致送感謝旗俾青島啤酒，有請青島啤酒嘅代表。多謝晒黃小姐以及青島啤酒嘅代表。請黃女士留步，準備以下嘅環節。跟住落嚟呢，將會係赤柱國際啤酒嘉年華開幕儀式。現在有請各主禮嘉賓移玉步到台前，準備跟住落嚟嘅開幕儀式。咁我哋呢先睇一睇呢，我哋今日呢個嘅每個嘅背板啦，都非常之有呢個特色嘅喎。呢個呢就係見證住呢個第一屆嘅赤柱國際啤酒嘉年華呢嘅誕生同埋呢嘅舉行嘅。我哋見到咧喺呢個嘅貼相咧，有好多參與我哋今日活動嘅單位，支持我哋嘅單位啦，同埋咧今日呢個赤柱國際啤酒嘉年華嘅 logo 啊。係啦，多得佢哋咧嘅協助啦，今日咧呢個咧赤柱國際啤酒嘉年華先至可以進行嘅。不如呢個時候咧，我哋嚟教咧我哋影相嘅位咧，咁啊各位嘉賓咧準備好未啊？準備好咧，我哋就準備預備。3、2、1，我哋一齊貼上咧我哋嘅 logo。我哋有請工作人員咧為我哋咧協助。咁令到我哋今日呢個 Black Job 嘅背板咧，更有特色，更加喜氣洋洋啦。係啊，叫得國際啤酒節咧，我哋今日咧嘅唔同嘅贊助商啦、唔同嘅合辦機構啦，都出心出力嘅。咁今日咧，我哋亦都喺度咧，多謝晒佢哋咧咁多嘅唔同嘅機構咧嘅支持同埋協助。咁咧，大家可以繼續影張大合照先，啱啱貼上完成咗呢個儀式。係啦，咁就好啦，咁我哋一齊影翻張靚嘅一齊大合照，好唔好啊？我哋行前少少。我哋咧一齊影張大合照，見證住呢個歷史性嘅時刻，就係第一屆嘅赤柱國際啤酒嘉年華。
㗎。